上期講到咧，取消強積金對沖轉制之後咧，無疑為打工仔咧就提供一個更好嘅退休安排啦。咁但係至於僱主咧，佢哋係咪一定要去裁員先可以保住間公司？其實政府咧就會向僱主咧實施一個為期25年、總額超過330億嘅資助，去嚟分擔僱主喺遣散費啦、長期服務金喺轉制之後嘅部分開支。咁由於接近90%咧個中小企咧，佢哋每年嘅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咧個支出係唔多於50萬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多數中小企咧都可以受惠於呢50萬嘅界線以內。咁至於喺50萬界線以外又點處理呢？其實政府咧就實施咗一個封頂機制，就係3000蚊。咁所以換句話講，僱主只係需要去承擔3000蚊嘅啫。咁餘下咧個款項咧就會由政府資助。咁僱主喺頭3年咧，只係需要咧為每名嘅僱員咧嘅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咧係俾一個較低嘅金額，就係頭先我講過3000啦。咁呢個資助比率咧喺25年嘅資助期裏邊咧就會慢慢遞減。咁目的咧係希望僱主咧可以逐漸去適應政策嘅改變。咁想知道多啲強積金嘅資訊，記得 follow 或者 subscribe 我啦。下期見。